本節目所分享之內容均取材自歷史檔案、新聞報導、民間傳聞及相關知情人士之口述，部分情節、對話或人名已進行藝術化改編與適度化名處理。節目旨在探討昔日社會案件背後嘅成因與人性掙扎，藉此反思時代變遷並保留本土都市記憶。所有情節不針對任何特定機構、在世或已故人士，亦絕無意圖誹謗、影響司法公正或侵犯任何實體之合法權益。節目中除公開資訊外，其餘情節如有雷同，實屬巧合。當我哋翻看香港呢座國際都會嘅繁華史冊，映入眼簾嘅往往係璀璨嘅維港燈光、密集嘅摩天大樓與川流不息嘅貨櫃碼頭。呢度係世界嘅十字路口，係財富嘅集散地。然而喺嗰一頁頁華麗嘅官方檔案與地產神話背後，有一啲日子好似一根根細小嘅刺，隱藏喺歷史嘅肌理之中。觸碰佢並唔會流血，卻會讓人有種難以言喻嘅酸楚與悸動。今晚讓我哋將時間帶返去100年前，返到去1922年，當時係一個乍暖還寒嘅春天。我哋要講述嘅係一個關於尊嚴、關於生存、關於海上男兒點樣用最無奈嘅方式喺沙田嘅田野間發出驚天動地怒吼嘅故事。呢個故事被後來嘅史書稱為海員大罷工，而喺嗰場持久嘅抗爭中，有一個最讓人心碎嘅轉折點——沙田慘案。故事要從1922年嘅元旦過後講起。當時嘅香港雖然受惠於航運貿易嘅蓬勃，但係喺繁榮嘅水面下，有一群人嘅日子並唔好過。佢哋係海員。根據後來嘅多份記載，當時嘅呢啲輪船上面工作嘅華籍海員處境相當之艱難。佢哋唔單止人工長期被壓喺一個極低嘅水位，與外籍海員同工不同酬，甚至連登岸嘅權利亦都受到諸多限制。嗰個時候嘅航運業就好似一部用血汗推動嘅機器，海員們長期漂泊喺海上，面對風浪與海盜嘅威脅，返到岸上仲要面對生活嘅重壓。有一份當時嘅文獻提到，物價喺度飛漲，但係口袋裏面嘅人工卻紋絲不動。呢種相對嘅剝奪感累積到咗極點，終於喺1月嘅中旬，大概係1月12日前後爆發咗啦。起初只係幾千名海員放低咗纜繩，關上咗輪機，佢哋拒絕再登船，發起咗一場有組織嘅停工行動。消息傳得好快，就好似喺乾燥嘅草場上面燃點咗一把火。唔單止係海員，香港各行各業嘅工人、運輸業嘅、印刷業嘅，甚至後來嘅電車與僕役，都感受到咗嗰種共鳴。到咗3月，呢場原本係海員內部嘅抗議，迅速演變成為咗全港性嘅同盟總罷工。罷工嘅人數喺一啲資料嘅估算當中，一度突破咗10萬之眾。呢座城市喺嗰一刻，仿佛突然停止咗心跳。港口嘅起重機唔再轉動，碼頭陷入咗死寂，市區嘅電車停喺路軌上，連垃圾亦都冇人清理。呢種寂靜比起喧鬧嘅抗議聲，更加讓當時嘅當權者感到恐懼，因為呢一種靜默代表住一種前所未有嘅團結。面對呢股洪流，當時嘅香港政府採取咗強硬嘅態度。根據嗰時嘅報章記載，當局喺2月1日宣布海員嘅工會組織為非法團體，封閉咗會所，甚至拆下咗嗰塊曾經凝聚海員希望嘅招牌，局面陷入咗僵持，空氣中彌漫住火藥味。對於罷工者嚟講，留喺香港失去咗收入，面對高昂嘅物價，處境只會越嚟越艱難。於是，一個悲壯嘅決定喺人群中傳開：返廣州。喺當時嘅政治格局下，廣州係相對安全嘅後方，亦都係罷工者可以獲得喘息嘅地方。1922年3月4日，呢一日嘅下午，
一批又一批嘅罷工工人攜帶住簡單嘅行囊，扶老攜幼，沿住九廣鐵路華段步行北上。佢哋嘅目的地係廣州，嗰度有佢哋嘅家人，有等待佢哋嘅飯菜。然而，當呢一批幾千人嘅隊伍行經新界沙田附近嘅呢一個地點嘅時候，亦都即係後來記載中嘅呢個地方，厄運降臨咗啦。關於嗰一刻嘅細節，至今流傳住好多個版本。根據後來喺廣州中國工農死難烈士紀念碑上面註刻嘅名字，以及當年死因研訊庭上面嘅零星記錄，我哋得知嗰一刻槍聲響起咗，軍警向呢群手無寸鐵嘅平民開咗槍。喺混亂之中，啲人四散奔逃，田野間留低咗倒下嘅身軀。關於死傷人數，唔同嘅史料存在住細微嘅差異，有啲記載係3人當場死亡，多人受傷。而喺後來更詳盡嘅工運史研究，包括學者翻查當時中英文報紙嘅連續報導之後，提出咗另一個數字：5死7傷，或者最終係有6人不治身亡。無論係邊個數字，都唔再係冰冷嘅統計，而係撕裂家庭嘅哀嚎。呢場衝突就係後來震驚全國嘅沙田慘案。呢一日成為咗整個罷工運動嘅分水嶺。如果話之前嘅罷工係一場經濟糾紛，咁樣沙田嘅槍聲就徹徹底底咁樣將佢升華為一場關於民族尊嚴與生存權利嘅抗爭。槍聲過後，並未如開槍者所願咁平息事態，相反，悲劇燃點咗更大嘅怒火。根據一啲香港海員罷工史料嘅梳理，沙田慘案嘅消息傳出之後，香港嘅華人社會陷入咗巨大嘅悲憤之中。罷工唔單止冇瓦解，反而更加堅定。死者嘅犧牲，仿佛為呢場運動注入咗最後一股，亦都係最強烈嘅力量。罷工工人嘅訴求變得唔再單單係加人工，而係要求尊嚴、要求善後、要求嚴懲兇手。當時嘅國民政府廣州政權亦都給予罷工者一定嘅經濟支援，壓力好似潮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湧向當時嘅港英政府。呢個時候嘅局面對於殖民當局嚟講，已經從一場可以冷處理嘅勞資糾紛演變成為咗政治上嘅燙手山芋。香港當時雖然係個孤島，卻離唔開內地嘅淡水、糧食與勞動力。當超過10萬人嘅行業鏈斷裂，當呢一個城市嘅運轉幾乎停擺，任何強硬嘅政治姿態喺現實嘅經濟損失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關於呢場談判，歷史記載中並未留低太多戲劇性嘅描寫，我哋只係知道喺巨大嘅內外交困下，僵局被打破咗。3月8日，亦都即係慘案發生只係4日之後，呢4日嘅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香港當局被迫與海員代表達成咗協議，協議嘅內容主要包括咗幾個面向：一係大幅提高華籍海員嘅工資，幅度大約喺15%到30%之間，雖然未必完全達到罷工初期嘅訴求，但係確實係一種實質性嘅讓步。二係承諾撫恤沙田慘案中嘅死難者家屬。3係釋放被捕嘅工人，並恢復工會嘅合法地位。3月6日，有一幕極具象徵意義嘅場景被記錄落嚟。被封閉已久嘅工會會所，嗰塊曾經被強行拆下嘅招牌被重新掛翻上去。嗰一刻，圍觀嘅人群擠滿咗街道，唔單止係一塊木牌嘅歸位，更加係嗰一代勞工通過長達56日嘅堅持，用鮮血換翻嚟嘅尊嚴標誌。回望呢一場發生喺1922年嘅海員大罷工，佢之所以被後世反覆提及，唔單止係因為佢持續咗56日，亦都唔單止係因為參與者超過10萬人。佢之所以成為歷史教科書中無法繞過嘅一頁，係因為佢開創咗一種可能性。有歷史學者曾經喺相關論述中提到，由於殖民地政府喺沙田採取咗極端嘅武力鎮壓，呢場原本局限於經濟領域嘅罷工，被迫演變為一場關於民族尊嚴與政治對抗嘅全面衝突。換句話說，當權者喺面對社會矛盾嘅時候，如果選擇咗對抗而唔係對話，往往會將自己推向更孤立無援嘅境地。
從後來嘅史學著作中，亦都可以睇到1922年嘅呢一場運動，為僅僅3年之後更大規模、更驚天動地嘅省港大罷工埋下咗伏筆。佢更加似係一場預演，一場洗禮。嗰啲喺沙田上面流淌嘅血，冇冷卻工人階級嘅鬥志，反而喚醒咗更廣泛嘅社會階層。喺某種意義上，唔單止係一場工運嘅勝利，更加係香港華人社會覺醒嘅第一聲集體吶喊。歷史就好似一條河流，佢嘅落差與彎道決定咗今日河床嘅形狀。沙田而家係香港人口稠密嘅住宅區，係高樓林立嘅衛星城市。當我哋今晚漫步喺嗰度嘅商場，或者喺城門河邊散步嘅時候，有幾多人知道100年前嘅一個早春，呢度曾經有過一段咁沉重嘅過往？而家嗰場風暴一早已經遠去，當事人亦已作古。關於當時到底係邊個先開咗第一槍，關於具體嘅死難者數字係3人、5人定係6人，喺學術界依然存在住基於不同史料嘅爭論。我哋作為後人，只可以從嗰個時候泛黃嘅報章同埋後來整理出版嘅書籍嘅字裏行間去拼湊嗰啲模糊嘅真相。我哋應該記住嘅，或者唔係仇恨，而係嗰一群喺政府嘅陰影下，喺輪船底層最悶熱嘅機艙裏面，為咗讓下一代可以食飽飯，敢於向龐大嘅機器講一聲不嘅普通人。佢哋係丈夫，係父親，係兒子。佢哋嘅犧牲換嚟咗勞工權益嘅一絲曙光，亦都讓嗰個年代嘅不公義暴露喺陽光之下。1922年嘅呢場海上怒潮，最終喺沙田嘅淚水中迎嚟咗轉機。佢證明咗歷史從來唔係由冰冷嘅機器同埋數字推動，而係由一個個有血有肉、渴望尊嚴嘅靈魂推動嘅。記住歷史唔係為咗延續過去嘅傷痛，而係為咗更清醒咁樣面對未來嘅路。100年前嘅香港同100年後嘅今日，究竟有啲咩唔同？歷史嘅教訓係不斷輪迴，而人類永遠都喺歷史當中重複又重複咁樣犯錯。我哋喺讚嘆當年嘅水手們，佢哋敢於上街發聲嘅當下，亦都感恩佢哋曾經為我哋香港嘅民間力量爭取到勝利嘅一頁。時移世易，雖然科技不斷發達，但係到咗今日，好多嘢都不由得我哋去選擇啦。咁樣反而會唔會係一種大倒退？